Hello， 大家好！咁多位嘉賓，咁多位傳媒朋友，咁多位現場嘅朋友，仲有我哋網上睇緊直播嘅觀眾們，大家好！正式歡迎大家嚟到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名單公佈活動。先介紹自己，我係今日嘅司儀 Brian 陳安立。Thank you。臨近新年啦，首先祝大家龍馬精神，身體健康。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係每年電影界嘅年度盛事啊！對於電影人嚟講咧，更加係夢寐以求、追逐嘅夢想同埋榮譽。每年嘅金像獎咧，我哋除咗咧係希望表揚啦電影人喺過去一年嘅努力啦同埋付出啦，更加重要希望係團結同埋凝聚業界嘅力量。更加重要係希望可以做到承先啟後，希望咧年輕嘅電影人都可以傳承到香港電影嘅精神。希望大家為香港嘅電影未來開拓更加多嘅可能性。今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咧，將會喺4月19號星期日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啊！咁稍後時間咧，我哋將會有特別嘉賓咧，為大家隆重公佈我哋嘅提名名單。喺公佈之前，首先咧都要同大家頒發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獎項嘅，就係我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學生海報設計比賽賽果啊！其實咧每年咧，我哋都會邀請咧全港各大專院校嘅學生咧係參與學生海報設計比賽㗎。令到中意創作嘅同學咧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到金像獎呢個活動啦，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展示佢哋嘅才華同埋佢哋嘅設計創意。今年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許信先生、執行委員葉素文小姐，仲有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執行委員梁祖恩小姐，以及係曾嘉碧小姐為我哋擔任評審嘅。多謝咁多位咧喺百忙之中咧係抽空出席啦，亦都係擔任我哋嘅評審啊！我哋嘅三甲4幅嘅作品咧已經展示咗俾大家睇啦。咁大家會好奇㗎，明明係三甲，點解有4幅嘅作品呢？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解釋啊！我哋得獎嘅同學咧，除咗可以得到獎座之後咧，亦都會獲贈咧係總值合共4000蚊嘅 Apple Store 禮品卡嘅。至於冠亞季誰屬咧，立即為大家揭曉。首先，我哋有請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執行委員曾嘉碧小姐嚟到台前為我哋頒發季軍嘅獎項。季軍得主係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蔡嘉晴同學。咁啊，大家見到啦，台前亦都見到佢嘅作品啊！我哋歡迎蔡同學。好，我哋再次熱烈掌聲，恭喜晒我哋得獎同學。好，呢個時候咧，兩邊可以稍為喐步啦，我哋喺作品旁邊一齊影張合照啊！好 ，OK， 唔該晒兩位。好，麻煩兩位咧可以稍為喐步，企喺我呢邊，係可以過嚟我呢邊啊！一陣間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Thank you。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執行委員葉素文小姐嚟到台前，為我哋頒發亞軍嘅獎項。嗱，今屆嘅參賽水準咧非常之高啊！要選出一個優秀作品一啲都唔容易，所以咧我哋係極罕有啊！今屆出現雙亞軍嘅，排名不分先後。我哋有請香港專上學院嘅周子琪同學，恭喜晒！咁啊，可以聯同埋你嘅作品咧一齊影一張合照啊！好，我哋再望埋後邊嘅傳媒朋友。OK， 好。咁啊，周同學咧，可以麻煩嚟到我呢邊啊。咁我哋稍作休息。係，葉素文小姐可以繼續留步啊。跟住頒發我哋另一位嘅亞軍得主，香港理工大學廖佩婷同學，恭喜晒！係，我哋跟住當然要展示埋自己嘅作品啊。咁睇得出我哋嘅嘉賓都相當滿意我哋同學嘅作品啦。好，我哋望望係後方啦，我哋嘅媒體朋友。OK， 唔該晒兩位，兩位都可以過嚟我呢邊啊。跟住落嚟係公佈冠軍時刻啦，我哋有請
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許舜先生。冠軍得主係香港理工大學馮奕義同學，有請馮同學。馮欣義同學，恭喜晒馮同學得到我哋嘅冠軍獎項啊！好，亦都再次熱烈掌聲咧，恭喜晒我哋4位嘅得獎同學啦！再次請出我哋咁多位頒獎嘉賓同埋得獎同學，可以嚟到我哋嘅台前咧，一齊影一張嘅大合照。同時間咧，我哋再請埋咧就係爾冬陞主席咧，係代表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嘅董事局，係一齊上台咧，係同咁多位得獎同學合照啊！有請主席。可以啊，好，咁我哋邀請咧得獎嘅同學。好，我哋再望一望後邊啦，有我哋嘅媒體朋友。好 ，thank you， 唔該晒，再次恭喜晒我哋嘅得獎同學，亦都唔該晒咁多位嘉賓同埋主席 ，thank you。佢哋嘅得獎作品咧，亦都會繼續咧係展示喺我哋會場入口嘅位置。活動完咗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去細心欣賞㗎。距離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仲有2個月嘅時間啦，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啊！呢個時候，希望大家再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董事局主席爾冬陞先生為我哋致辭，有請主席。我過去幾年咧都唔記得戴老花眼鏡，所以咧我配咗呢個漸進式嘅，即係睇呢條好清楚，咁樣就老花。但係咧仲未適應，啱啱行樓梯咧都好容易仆親嘅，原來而家都暈暈地。好啊，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由去年開始咧，其實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協會成員咧已經增加到17個㗎啦。咁啲17個會入邊咧，總共有2500位個人同埋公司會員嘅。金像獎係一個工業獎，主要由業內人士同埋專業評審以一人一票分2輪投票選出得獎者同埋得獎電影嘅。由於協會成員嘅增加，同埋有新嘅台前幕後從業員加入，本屆可以投票嘅人數咧有多咗嘅，總共有2064位比去年增加咗1.93%，舊年係2025人。咁喺揭曉提名名單之前咧，我哋往年都會公布呢個第一輪嘅有效票數。今年呢係989票，投票率係47.92%，比起舊年嘅64.84%係有所下降。我喺度代表金像獎董事局，呼籲大家所有同業喺第2輪踴躍投票。其實咧，香港電影咧已經超過咗120年。喺呢個好漫長嘅歷史入邊咧，電影人其實經歷過無數次嘅起跌嘅。咁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喺度懷緬過去，亦都有啲人會感嘆，即係今不如昔。但係其實喺每一個困難嘅時代咧，總會有一班迎難而上嘅電影人，憑住佢哋嘅堅持同埋創意，努力咁尋求突破，找尋新嘅契機。即係老土啲嚟講啊，冬天過後總會有春暖花開嘅一日。電影創意咧，電影創作咧，亦都會隨住唔同嘅年代嘅新元素而
處世定放嘅。近年嚟好熱嘅話題就係 AI， 就係以人工智能為例咧，其實全球嘅團隊咧已經開始利用 AI 進行創作同埋製作嘅。呢啲製作、呢啲技術其實唔係直接取代創作者嘅，而係有助創作人節省時間同埋工序，令到我哋嘅創意透過科技打破資源嘅限制，而更容易得到落實。我深信電影咧嘅靈魂最終依然係嚟自我哋嘅情感同埋創意嘅，所以我覺得香港嘅電影工作者唔應該害怕 AI 會取代自己，反而會積極學習同埋善用，令佢成為我哋嘅助手。最後，我要代表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特別鳴謝各大贊助單位同埋合作伙伴嘅鼎力支持，亦都要多謝所有參與嘅工作人員同埋義工，令到我哋嘅頒獎禮得以順利舉行。希望所有喜歡香港電影嘅觀眾繼續支持香港電影，並且一齊見證金像女神嘅成長。多謝大家。Thank you， 多謝晒主席嘅分享，可以先就座。咁啊，主席講得非常之好啊！其實本身完成一部電影去拍攝咧，都係充滿住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咁我相信我哋嘅電影人喺香港電影業咧，我哋都會一齊繼續努力，為我哋未來咧拓展更加多嘅可能。跟住落嚟到大家都好期待嘅環節咧，就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提名名單揭曉環節。今日非常之榮幸，我哋大會咧邀請到兩位嘅特別嘉賓啦，熱烈掌聲歡迎衛詩雅小姐以及係呂爵安先生。歡迎兩位。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好榮幸咧，兩位係為我哋擔任呢個咁神聖嘅任務啦。咁啊，傾下偈先啦，我哋熱下身先。好啊。咁啊，首先當然同 Eden 傾下偈先啦。近年嚟咧 ，Eden 咧喺演員方面嘅角色咧做得非常之好啦，無論係電影啦、劇集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自己亦都曾經有機會角逐金像獎嘅獎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下今日有機會係擔任呢個重要嘅角色，去宣讀呢個提名嘅名單，個心情係點樣咧？前所未有咁緊張啊！係當然十分之榮幸啊，所以好感謝有今次呢個機會，所以就一陣會好好咁樣表現。係，我都想問埋 Eden 咧，就係以往咧，你其實參與過金像獎啦，你都曾經或者年紀輕輕嘅時候都有喺電視睇過啦。有冇其實邊個獎項對你嚟講咧，你會特別留意嘅？特別留意啊！其實每一個獎項都別具意義啦。咁如果講今年我最留意咧，應該就係留意呢個最佳男配角。係點解？因為我嘅好兄弟阿 Stanley 咧係有份嘅， Okay. 即係有機會喺入面。咁所以希望一陣會有呢個好消息啦。係希望可以親口讀到你嘅兄弟嘅名字啊！冇錯。OK， 好，跟住落嚟咧，要同 Michelle 傾下偈啦。上一年嘅金像獎咧，對你嚟講咧，相信係一個好 amazing 嘅一年啊！咁啊，亦都有幸見證你咧成功，即係登上呢一個嘅寶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個心路歷程？過咗一年之後，而家回想翻係點樣嘅感覺？回想翻覺得呢一年過得好快咯，好似好夢幻咁樣咯。係啊，咁當然好開心啦，因為可以得到業界各位嘅一個咁大嘅鼓勵，係，我會繼續努力。嗱，我相信咧，每位可以得到我哋提名名單嘅即係業界嘅同事啦、演員啦，心情一定都好興奮同埋緊張。Michelle 可唔可以分享少少有冇咩心得，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更加享受咧？即係到時去到金像獎，係。其實我又真係冇資格講心得我自己覺得自己都仲係新人。我覺得緊張就在所難免㗎啦。咁但係我記得我上年即係就算即係宣讀呢個可能女主角、女配角之前啊，你聽到其他入圍嘅各位候選人或者得獎者，你都會去戥佢開心咯。係，即係投入同埋享受每一個 moment。享受每一個 moment。OK， 好，呢個時候就交俾兩位進行我哋嘅重要任務啦。好，咁就交俾我先啦。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提名：龔兆平《他年他日》，
吳啟忠世外，郭嘉希、李振傑 UFO 離奇命案，麥浚龍風林火山，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最佳視覺效果提名：觸電梁仲文、屬夢楊敏傑、楊文傑、再見 UFO 陳迪海、風林火山伊樂、余日東、周劍虹、黎子飛、尋秦記、郭偉霆、林俊宇、余國亮、郭泰。恭喜以上各位。最佳音響效果提名：尋秦記石俊健、暴風追影黃燕偉、劉貝兒、世外姚俊軒、張文海、風林火山Lupawa Likiwong Pupet Hakakit Kusu Tahanawa Diti Rujana。蛟龍行動 James Aston。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提名：他年他日、瞬間的瞬間，作曲朱雲編，林俊傑填詞，林以鳳，主唱林俊傑。再見 UFO 歌曲華富一號，作曲崔展雄，填詞梁柏堅，主唱黃淑曼。屬夢歌曲永遠的失眠，作曲雷頌德，填詞朱琳，主唱張家輝。女孩不平凡歌曲普通人，作曲填詞主唱陳雷。世外 Until We Meet Again， 作曲填詞馮詠琪，主唱秋桐。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提名：再見 UFO 崔展雄、世外周李婷、CM Groovy、馮詠琪、風林火山坂本龍一、Nate Connolly、尋秦記陳光榮、陳永健、黎明朗、他年他日朱雲編。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動作設計提名：尋秦記洪金寶、觸電羅浩銘、金童黃偉亮、風林火山鄧瑞華、洪欣欣、暴風追影蘇杭。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服裝造型設計：風林火山蘇柏傑、黃執、尋秦記張兆康、象園弄袁岸吳理路、他年他日文念中蘇俊恩、屬夢黃寶儀。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美術指導提名：他年他日文念中曾家碧、風林火山麥浚龍、奚仲文、周世雄、Jonas Sees、尋秦記林偉健、象園弄袁岸、孫立劉敏雄、世外張小達。恭喜以上各位。
最佳剪接提名：尋秦記、黃海、陸志浩；風林火山、張叔平；暴風追影、張一博；象園弄原案、張叔平、張一博；再見 UFO、許宏宇、周元、杜杜。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攝影提名：風林火山、Sion Michelle、Richie Brook、象園弄原案、包軒明、尋秦記、謝中道、再見 UFO、梁銘佳、女孩、余正平。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編劇提名：再見 UFO、江浩欣、錢小慧；私家偵探、周文瑜；世外、楊寶文；女孩、舒淇；UFO 離奇命案、郭嘉希、李振傑、何兆康、蔡家恒。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新演員提名：鄧濤女孩不平凡，周子悅逆轉上半場，李佳芯金童，蘇子欣給愛麗絲，李哲坤暴風追影。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女配角提名：衛詩雅，再見 UFO；滕麗明，尋秦記；鮑起靜，風林火山；惠英紅，水餃皇后；鄧濤，女孩不平凡。恭喜以上各位！多謝。最佳男配角提名：杜德偉風林火山、陳湛文 UFO 離奇命案、袁富華水餃皇后、黃又南再見 UFO、林嘉熙拼命三郎。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女主角提名：許欣怡、無名指；馬麗、水餃皇后；章子怡、象園弄原案；陳法拉、屬夢；廖子瑜，像我這樣的愛情。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男主角提名：張繼聰金童、古天樂私家偵探、梁家輝暴風追影、陳家樂像我這樣的愛情、古天樂尋秦記。恭喜以上各位，sorry。最佳導演提名：李子俊、周文瑜私家偵探；吳啟忠世外；陳可辛、韓帥象園弄原案；梁柏堅再見 UFO；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最佳電影提名：尋秦記、世外、再見 UFO、
風林火山、張元龍、原案，恭喜以上提名。再次掌聲，多謝晒我哋兩位嘉賓，多謝晒衛詩雅同埋呂爵安 ，thank you。請兩位留步啊！呢個時候咧可以企中間咧一齊影張大合照先，感受到兩位嘅感動啊，亦都明白點解緊張。其實從來都唔係為自己緊張，係為佢哋身邊一齊共事嘅咁多位電影人緊張啊！咁我哋完整嘅提名名單咧，其實稍後咧都會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係放上啦，大家都可以查閲翻。咁亦都我哋工作人員咧喺稍後環節咧都會俾一個名單咧係派發俾咁多位傳媒朋友㗎。Thank you，唔該晒兩位，Thank you，可以先就座啊。正如咧頭先主席所講啦，每屆金像獎咧能夠順利舉行咧，其實有好多嘅各界鼎力支持同埋協助㗎。喺呢度咧要一一鳴謝佢哋。首先要感謝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ViuTV 同埋 MakerVille 繼續成為今屆嘅電影金像獎大會指定電視台同埋電視製作伙伴。4月19號，觀眾咧就可以喺 ViuTV 99台睇到全程直播嘅紅地毯盛況以及係頒獎典禮㗎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要係提一提啦，就係當晚馬來西亞嘅觀眾咧都可以透過付費電視平台天影頻道獨家收睇金像獎嘅直播節目㗎。呢個頻道咧屆時會聯同 CM Plus 星和世界頻道以及串流平台 MeWatch 一齊咧為新加坡嘅觀眾咧提供電視直播，兩地觀眾咧亦都可以透過串流平台 CM Go 欣賞直播㗎。俾啲掌聲好唔好啊？我哋金像獎唔單止香港啊，亦都喺東南亞唔同嘅地區咧都能夠睇到啊。跟住落嚟要多謝一眾嘅贊助同埋支持單位，包括係我哋嘅策略媒體伙伴 L'Officiel。影城贊助邵氏影城，耀目贊助普爾眼鏡，盛讚支持 Food Panda 香港，無價時刻 Mastercard， 特康珠寶贊助 Graph， 酒店伙伴香港麗晶酒店，商品合作伙伴 Papi Papi、Sensory Zero、Olfactionan、24 Bottles。廣告伙伴領彩有限公司，燈光器材贊助先力電影器材有限公司。我哋再次感謝以上單位喺唔同領域咧係全力支持今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啊！好，呢個時候咧，我哋謹代表大會咧係再次邀請咁多位嘅嘉賓咧嚟到台前咧一齊影張大合照。首先咧，我哋有請咧就係衛詩雅同埋呂爵安、Edan 同 Michelle 咧一齊嚟到台前，聯同主席咧爾冬陞先生咧一齊影張合照先。好，有請參位。好，我哋先係啦，我哋稍移玉步啦，去到台中間嘅位置，先望一望正前方先。好，我哋望埋後方，我哋嘅媒體朋友。好，跟住一齊咧望埋右手邊啊！跟住再望一望你哋嘅左手邊嚇，今日多謝晒咁多位到現場支持嘅朋友們啊！OK，thank you， 好，三位留步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咧就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嘅董事局成員咧，可以嚟到台前合照㗎。有請副主席文俊先生、副主席林淑賢小姐、司庫麥振雄先生、董事局嘅成員代表錢家樂先生、劉天蘭小姐、張繼聰先生、姜國文先生、黃寶珠小姐、唐慶之先生、黃海先生、韋啟良先生、呂麗華小姐、余國亮先生。有請亦都多啲掌聲好唔好啊？大家，因為真係辛苦晒我哋一眾嘅金像獎董事局成員啦，每年咧都為我哋籌備呢個年度嘅盛事。好，我哋首先咧望一望正前方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先。OK， 好，跟住我哋望去後方，我哋咁多位嘅媒體朋友。好，跟住我哋望埋右手邊啦，我哋今日現場嚟支持嘅朋友們。
就左手邊係左手邊。OK， 唔該晒 ，thank you。係啊，主席話其實可以嗌嘅，大家。雖然金像獎俾人一個好莊嚴神聖嘅感覺，其實今日一個咁輕鬆、咁興奮嘅日子啊，大家都可以嗌下。OK，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留步啊，咁多位。我哋咧想再請埋咧係一眾嘅贊助同埋支持單位嘅，包括係邵氏影城董事總經理陳偉文博士、L'Officiel 副主席容顯文先生、L'Officiel 董事總經理蘇愛玲小姐、普怡眼鏡助理總經理林文慧小姐、Food Panda 香港市場經理鐘曉賢小姐、Mastercard 香港及澳門市場部總監劉子峰先生、Graph 亞洲區傳訊部總監朱慧儀小姐、Managing Director of Region Hong Kong Mr. Michel Chantou、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 ViuTV 總經理鐘廣德先生、影家娛樂行政總裁蔡鳳儀女士、Sensory Zero 聯合創辦人許孝榮先生、體研究所聯合創始人羅安儀女士、24 Bottles 品牌總監朱鳳儀小姐、領彩有限公司經理李家明先生。再次感謝咁多位嘅贊助同埋支持單位啊！好，我哋一齊面帶笑容咧，係望一望正前方嘅攝影師。好，俾個 like 啊，俾個手指公 ，yes。Thank you，唔該，我哋嘅大會攝影，再望一望我哋後邊嘅傳媒朋友啊。OK， 好，望埋我哋左手邊。Thank you， 唔該晒。跟住嚟咁多位嘉賓咧，繼續留步啊，因為我哋仲想咧係邀請埋，首先有我哋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許信先生，香港設計師協會執行委員葉素文小姐，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執行委員曾嘉碧小姐，以及係我哋嘅海報設計比賽得獎者，包括係冠軍馮欣怡同學、亞軍廖佩婷同學、亞軍周子琪同學，以及係季軍蔡嘉晴同學嘅，有請咁多位。好，咁我都加埋呢張相啊。係啦，最緊要我哋每位嘉賓咧都能夠望到我哋大會攝影個鏡頭，咁啊代表咧你個樣咧都能夠見到啊。俾個 like。OK， 我哋再望望後方嘅媒體朋友們。OK， 我哋望埋左手邊啊。Yeah， 主席變咗個指揮家。Thank you， 唔該晒，再次熱烈掌聲，多謝咁多位出席嘅朋友，咁多位嘉賓啦，我哋亦都再次恭喜晒所有海報設計比賽嘅得獎者啊！多謝咁多位媒體朋友，多謝咁多位現場朋友一齊出席同埋支持我哋今日嘅提名名單公佈活動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嚟緊4月19號星期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呢一度呢，我哋就會舉行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到底到時各個嘅獎項邊個能夠得到呢個殊榮呢？我哋就會逐一公佈同埋揭曉啦。多謝大家 ，Thank you，我哋到時見。